就只差一点点，才差1秒，你不算赢好不好？我跑得好渴哦，彤彤姐姐，我可以喝饮料吗？我也要喝。啊，好好喝哦！彤彤姐姐，这是什么啊？好好喝哦！这个是水果打成的果子。水果里面该不会有？没错，它就是由苹果还有香蕉、香蕉打成的果子，是不是很好喝啊？彤彤姐姐，我喝之前你干嘛不告诉我啦？我不喜欢吃苹果，苹果吃起来很硬哎。亮亮，可是只要把苹果打成果子，就不会咬起来硬硬的了，对不对？对哦。香蕉，我吃了香蕉。柠檬哥哥说这香蕉会变成猴子啊！小蜜，你被柠檬哥哥骗了啦！才不会有人因为吃香蕉就变成猴子嘞！亚黑马给，这是什么？果子，果汁，果子，果汁。这一杯饮料是什么呢？果子，这一杯饮料是果汁。亚黑马给，这是什么？苹果，苹果，苹果，苹果。这一颗红色的水果是什么呢？苹果。亚黑马给，这是什么？香蕉，香蕉，香蕉，香蕉。这一根黄色的水果是什么呢？香蕉。小蜜很聪明哦。苹果、香蕉、果子，小朋友要多吃水果才会营养均衡哦。哈库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张磊亮。